話說咧，有人 send 咗一個大型公開活動嘅宣傳嘅 screen cap 俾我睇啦，佢就話：喂，係咪你學生啊？搞撒網療癒圈喎咁。跟住我話唔知呢個，個個都係我學生。係啊，我啲學生周圍都係㗎。最經典嗰一次呢，就係某位薩滿同學參加市集擺檔啊。佢同我講：喂，Connie，全場都係你啲學生喎。咁我就梗係請佢幫手整一張大合照啦。確實，Connie 我係好榮幸同埋好多謝上天使用我，成為咗好多人嘅啟蒙老師。因為有啲同學仔係由零開始，第一次上靈性課就去我呢度嘅。然後亦都有一啲學生咧係學咗好多嘢之後嚟到我呢度去學薩滿，然後就喺薩滿呢度開始去發展，正式咁樣發展佢嘅靈性事業。雖然未曾上岸，但係原來學生已經遍佈全地。尤其是呢2年啊，睇住啲學生一個一個建立佢哋自己嘅靈性事業，有自己嘅工作室啦，開始 promote 自己嘅療愈工作啦，有陣時會 hold 下自己嘅療愈圈啦。到近年開始參與一啲比較公開、比較大型嘅活動，咁我暗底裏就都好光榮啦，好自豪啦，即係好自嗨啫。其實由薩滿之心到薩滿靈魂療愈之旅，都係又全面又踏實嘅靈性基礎。好似一個彈板咁樣啊！當同學叮一聲明咗嗰一下，佢就會彈起㗎啦。有好多薩滿同學都係一個好普通嘅打工仔，或者佢喺一份工裡面做咗好耐，佢哋一早就好想有轉變，但係唔知點樣開始去轉變。我哋嘅靈魂約定咗喺呢個時候嚟參加呢個薩滿嘅工作坊，然後喺呢度揾翻人生方向，揭開翻佢心裡面嗰個使命。之後就由一個打工仔進化到成為身心靈工作者，攞返自己人生嘅主權、自信、力量，反轉人生劇本。喺香港教用心去療愈嘅人係唔多嘅，然後用心咁樣分享一啲實用嘅薩滿療愈更加罕見。我諗就係因為呢一顆心，呢6-7年種落嘅小種子，都真係會繼續有養分咁樣成長。當我喺唔同嘅媒介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、Thread 啊呢啲咁樣都見到佢哋啲蹤影嘅時候，或者佢哋喺啲活動嘅宣傳嗰度見到佢哋做，我都會自嗨啊，讚下自己。我咁多年嚟擺低嘅小種子啊，佢哋成長咯喎，佢哋而家揾到佢哋想做嘅嘢，仲開始結果實。唔係個個學生都會同人哋提起自己喺邊度學薩滿，亦都未必會提起 Connie 呢個人名。但係作為呢一班同學仔曾經嘅薩滿老師，甚至直到呢一刻依然係陪住你哋一齊行嘅伙伴，我會繼續喺學生 group 裏面支持咁多位嘅。努力啊你哋！